即马吼咧开即条588加即条133的，我感觉是有那真好啦，因为吼第一就是讲咱伊即条133线咧爱甲咱拓宽，你路啊开落了吼，即个地方会较会发展啦，路较大条较会发展，这好啦。我们永康交流道的联络道路，也就是从永康的永安路哦，那经过我们的长河路，那再经过我们这个安南医院旁边，我们新开辟一条20米大道哦，那这个总经费大概是38亿。那我们今天看的呢是最后一段，也就是南133线，那这个是3.54亿哦，那已经完成了。那这整个永康交流道联络道路呢，大概要全部完成呢，38要全部完成，大概在明年的这个中旬哦。那完成以后呢，大概永安路、长河路这一段呢，全部大概40米哦。那大概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国8和133线的交叉点，那目前是以这个平面红绿灯来控制。那可以讲啊，大概全国的高速公路只有这个地方有红绿灯哦。那这一次呢，我们争取到中央那同意呢，我们改为这个立体交叉，也就是说未来的话呢，不必在这边等红绿灯，我会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正常的这个交流道，也就是高架，而且还是在这个133线呢还可以下来。那这个案子呢，大概行政院这个国发会呢也已经同意哦。那总经费22亿，那我们会配合那个中央啊，积极的来把它尽快完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近日完成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联络道安定区南133线的道路拓宽工程，剩余北外环至东河桥部分将在明年完工。整体完工后，将有助于疏通安南区至永康区交通拥塞问题。此外，台南市积极向中央争取国道8号与南133线路口立体化工程，也获得通过。未来完成高架桥交通立体化后，也可改善主线道车流回堵的问题，提升周边路网的运输服务效能。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过去当初在设计国道8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民意代表的要求，所以特别国道8在这个地方下来啊，制造了一个红绿灯。那其实坦白讲，由于现在南科的通车、南科的启用、南科的发展，因为南科的发展造成了许多车流跟人流。那在这个地方国道下来变成多增加一个红绿灯，其实坦白讲会增加很多交通的拥塞。那将来你如果要下来的话，如果是要在当地的人还是可以从国道8下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国道8会直接通过这个红绿灯，一直延续到国道8的尽头。因此呢，估计起来交通时间可以节省非常多，那也有效的这个疏导了这个国道8的以及南科的车流。我相信这个部分，谢谢中央的支持，我们台南市政府的配合款、地方的自筹款，我们也会努力来达标。希望这个工程赶快做完了，能够疏解国道8以及南科的车流。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6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据了解，安南区的污水下水道总工程工期有14档，目前已经做到一半。议员王金德表示，包括安庆、安和等里拢发现因为卡日1号无做，结果规排工程拢延误，甚至一拖就是5档，所以要求市府要尽速办理。议员王金德表示，以惠安街151项、161项中央的出口沟污水工程，原本5档前就爱做，结果一直拖到今拢无下落。议员质疑工一排20几号拢真配合，都1号无做，后面众的质疑敢是挺性还是特权，而且更毋是个案，包括安和里、安庆里甲顶安里等拢有，要求尽速改善。顶安里嘛有。安庆里嘛有，
咱几排吼，拢跳了，多存1号，啊，雨多拢伫上尾啊雨，伊若第1雨就莫管尔，伊毋则毋莫。多伫尾雨，伊这雨无处理，头前遐拢袂当处理。啊，人话4当前，咱就跳了吼，足听话足乖，咱就家己拢跳了。啊，即马换即马才跳了，咱咧怨咱讲，是那这雨有啥物套钱无甲跳？哦，所以这造成民怨啦。哦，人20外户拢配合啦，啊有1雨，人讲咱纵容，还是讲以后不要有啥物特权，我让怪咱市政府啦。公务局在协助的部分哈，因为它这户哈。最后这一户，因为他的土地所有权人变更啊，那所以从去年我们查处之后，因为他土地所有权人变更到，因为这个他公务局必须重新开发重新发力那个处分书哈。啊，即马为上新的进度就是6月初已经讲啦，啊到6月30这天，开始是阮的水利局甲工务局这边家哈合作会进场再去做这个部分拆除。我想在这一侧的用户接管道，我们后续就会陆续会进场来办。另外，溪东主办中卫区内地风池，因为当地烦恼热天一到会产生天高热危机，所以向议员王金德定情。议员会中要求市府水利局参考高雄的经验，在地风池顶面增建立体停车场来充分利用，卖当疏解当地停车问题。台南新闻阮吉林根采访报道。中共以台湾的石板被验出禁药，雄雄宣布13号以后禁止进口一事。议员刘维英表示，台南市长参选人嘉荣界4月宣传石板业务检验无合格，是时常听到，所以要求市府为律师的要件来澄清，甚至提出号称民主的石板来送市长，为台南的龙溪山加油打气。因为中国以台湾石板到处验出禁药，所以无预警暂停进口一事。议员刘维英表示，根本是恶意的谣言。以用台南勇士占500公顷、980栋产量的大宗，108年到达，逐档抽检的资料显示，逐件拢是合格，并无议员嘉荣界为了选举所讲的，常常听到用禁药，所以伫艺术厅提出号称民主的石板，要来送予市长吴委托，嘛呼吁第一时间一定要澄清，为台南龙溪山加油。台南市总共有14000公顷的渔温全国第一名，石板嘛有占500公顷，咱的产量咱的生鱼的产量是980吨啊所以会当讲咱的这个出口量咱的这个销售量会当讲非常的济。但是我调资料来看咱台南市逐档拢有做着抽查的动作。对着108年、109年、110年总共抽查11件、19件到27件，全部是拢合格所以根本无所谓的药物超标、时有所闻这件代志。所以我会记我伫顶头咧质询的时候，我都特别讲着这真正爱注意咱市府团队爱注意，特别是咱的这个龙鱼产品，我相信离选举进程，这绝对毋是第一件所以爱拜托大家伫第一时间爱来做说明毋通任由这个造谣弄这伫遐黑白讲所以今仔日市长，我想你是守护咱台南市连任上界重要，嘛是守护台南民主滩头堡上界重要。今仔日我要甲你来送上民主的石板鱼为着你加油嘛，希望你会当为着咱台南市的农产品加油。罗局会后嘛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市府每一档拢会办理勇士水产未上市的监测计划，以确保上市水产拢是安全合格。另外，台南所持的石板对108年到110年抽验拢符合规定，并无药物的残留，而且消费者安心使用。台南新闻阮吉林根采访报道。热天高啊，这山野上届调时，台南市政府上午宣布，今年台南国际芒果节正式开始。市长委托欢迎全国民众做回来台南佚佗，品尝台南上届优质的山野。台南山野渐渐进入产季，市长王委托27日宣布，2022台南国际山野节正式起跑。
伊表示，今年台南的山药受减产，所以是供不应求。今年的芒果因为减产，所以说，其实坦白讲是供不应求的，那价格也蛮高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打开通路，让更多的这个民众能够知道台南芒果的好，台南芒果的好吃，以及台南的许多好的地方景点。尤其这次芒果节主要的行销的产区是在玉井、左镇、南化、南溪这些山区的地方。这些山区的地方，坦白讲，山光水色，除了芒果之外，好吃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去走走逛逛看看。因此呢，我们今年的国际芒果节还是要扩大举办。而且今年台南的山药也已经拍开纽西兰市场，将会行销13000多公斤，目前也陆续增加当中。台南山药好滋味，连外国人拢知影。我们刚跟纽西兰完成一个讨论哦，今年芒果打开纽西兰的通路，总共行销13000多公斤。那目前为止还在陆续增加。为什么？因为现在芒果才刚刚上市，台南的芒果可能要到下个礼拜后才会盛产，进入盛产期。因此呢，陆陆续续有更多的芒果。那除了打开纽西兰通路之外，我们也会对澳洲还有其他的国家陆陆续续，因为我们台南，我们许多台湾人都吃纽西兰的奇异果，那纽西兰吃台湾的芒果，那我觉得这个样子的一个食品农产品交流互惠是蛮好的。台南市农业局成立产区以及消费地行销山药，为6月25到7月23，分别伫板桥大圆柏、走马濑农场、大东夜市、南华游客中心等地办理行销活动。并结合药井、南华、大内、官田、左镇以及南西等山药产区的特色景点以及山药园，规划6条农游体验行程，并首度发行2000本山药护照，内容包含山药产区景点介绍、交通资讯，并提供大数优惠、特色美食、山药甜点、农特产品等期间限定的优惠方案，免费予民众索取，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近年来，因为疫情、经济受到冲击，真侪弱势家庭囡仔许多拢无营养午餐通食，所以议员林美燕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空金慈善爱心协会等社团来供餐，八当来帮助南区、安平区总共17间各中小学。由议员林美燕发起的寒暑假营养午餐助动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英美赛主会、甲中华九子慈善会、便当业者等，总共帮助南区、安平区各中小、甲东区的大同国小，总共17间各中小学，将近400位的学童。现场是我们就是国中小南区安平区的校长，每一年你们都会就是调查完了，我们会给他餐券，营养午餐的餐券，上面有标示几月几号，我们单日使用，这是几月几号，你到底在哪个地方？你事先在调查的时候，你必须要跟我们讲，我们才能在哪个地方我们送几个便当去。好，这是这个餐券。那因为今年我们都是视讯上课。协同没有办法去到学校，所以在这边我也透过这个媒体，跟我们这些家长讲，因为有些家长蛮着急，说我们要拿到便当的餐券怎么办？我说你不用担心，你第一天到现场去拿便当，只要你有跟学校登记，我们这边有名单，你就按照你所登记的地方去拿便当，顺便第一天就会拿你。就是42天的餐券顺便带回家，未来就是每天按照这个餐券去领便当。今年真的是有400位学童真的需要来帮助，但是我们觉得说这是我们应该担起的责任，因为经济的不景气造成400位学童，那因为这400位学童，让我们的整个那种使命感就油然倍增。就是说，我们真的还是要负担起这样责任。不过这个是这样子，我觉得是爱心真的是源源不断的哈，真的是在大家的一个支持之下哈，我觉得这种那个活动真的是抛砖引玉啊哈，跟有很多人来一起响应的哈。那今年也很开心。那刚梅也讲的，真的是
有需要的小朋友，真的大家一起，我们真的不吝啬于这样的，有可以多一点帮助，有协助，那把这些正能量能够散播到更多，传达温馨，传达爱心，这是我们这个妇女会的宗旨。原表示过去无疫情是用同餐来供应，不过现在因疫情期间改用便当的方式来提供，因为成本增加，主办单位嘛特别呼吁，如果小朋友无要领取，嘛一定要打电话来取消，避免资源的浪费。伫个暑假期间，对7月1号到8月29，无含假日，总共42天。如果小朋友有照时间来领取，或者是电话取消，主办单位伫个最后还佫会提供精美的小礼物，表示鼓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了照顾偏乡弱势家庭，台湾普利关怀协会所创立的普利食物银行南西据点25号举办开幕式，由政府加民间合作，预计将服务附近行政区大约300个家属户加边缘户。普利食物银行由财团法人台湾普利关怀协会所创立。理事长张慧芳表示，协会上早是以关怀长者出发，伫偏乡服务时，发现有真侪家户因为经济困难，甚至连食饭拢有问题。这互理事长张慧芳食无忍心。后来因为受到社会各种单英机的支持甲鼓励，所以有了伫南西区设立食物银行的计划，而且不只是物资上的帮助。普利关怀协会定伫据点提供学童客服的服务。普利呢，在这个偏乡呢，成立了普利的食物银行。我们的成立的目的呢，就希望呢，城乡的差距能够尽量的缩短。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南溪？其实是因为我旁边的社会局的局长陈荣之局长呢，就任之后呢，不断的鼓励我们普利呢，在偏乡呢多做一些关怀。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很高兴的成立了普利的食物银行。当然，普利食物银行呢，其实食物银行的目的就是以食物来作为一个联系来关怀弱势。那在这边不一样，就是我们还有设立了这个儿童的这个免费的小孩子的免费的客服。那在这里呢，我们强调的呢是孩子的品德。社会局长陈英基表示，透过食物银行的成立，不但会当实际帮助弱势民众，更会当兼顾到通报的功能，互偏乡无容易发现的弱势民众，嘛会当被照顾到。透过这样子呢，对偏远地区或者是对我们这个弱势的这个民众呢，能够做一些实体上的一个帮助了哈。那这样子的话，在整个部件上就会比较完整。另外呢，食物银行呢，实体银行这个部件呢，我们基本上还有赋予它有一些通报的一些希望哈。那这样子的话，就透过这个通报的部分呢，我们呢可以呢让偏远地区或者在阴暗角落这需要协助的部分，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啊。普利关怀协会理事长张慧芳多年来持续关怀弱势，得到各界肯定。也因为伊本身也是国际赛组会重要干部，所以每一次做公益活动，拢会结合各友会力量共同行善。种种的事迹也可以得到推荐，成为今年台湾益生奖的得主。张慧芳是我们狮子会拯救饥饿为儿童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啊，他也是去年的全国华人老师代表，跟今年善行奖的得主。我想他这个得这些奖一定是有很大的原因，因为这是不容易得到的奖。我看到我们这个普利银行的设立把一些也比较有能力的人，他的食物能够做最充分的来利用，然后一些比较贫困的朋友，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帮忙。南西食物银行设立，就是希望会当提供弱势民众实际的帮助，而且帮忙到心内底，透过开放社会价，互关怀民众选择家己需要物品，将资源效益运用到上大。协会也欢迎社会大众共同支持，做伙加入分享食物、分享爱行列。
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由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所办的22届台湾理小优质节目5星奖，因应多媒体时代，这届将扩大增加，除了原本的电视节目，嘛增加串流影音的平台、广播等节目。同时，中嘉集团嘛持续赞助，为理小的媒体环境尽一份心力。客家电视台女孩上场。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多年来透过举办儿少优质节目5星奖，鼓励国人制作优质儿少节目。随着多媒体时代来临，以及儿少阅听习惯改变，今年将扩大增建，同时不限国人自制，希望借此鼓励各界制作更多优质的儿少节目。过去的儿少节目其实只有传统电视。那我们现在呢，不是只有传统电视，我们加入了一些串流影音的平台，像 OTT 这样的节目可以进来。我们还加入了最近非常红的 Podcast。过去其实刚刚讲只有奖励电视，没有奖励声音类。那因为 Podcast 加进来的关系，所以我们把广播也放进来了。好，把广播也放进来了，所以除了传统电视以外，它就多了3种不一样的这个奖励儿少节目制作形态的这一些传播媒体。那另外呢，除了这一些以外，我们比过去22届来更加重视分龄这件事。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台湾的节目形态里面，并没有说这个很明确的要求标示说你是几岁到几岁去适龄，大部分都好可能全年龄都可以看。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分类里面，从0到6岁、7到12岁、12到17岁因为18岁已经修宪通过，他成年了，所以12到17岁这样三个不同的分组年龄，希望制作节目的形态可以自己更严谨的、更正确的把他的目标的年龄族群给标示出来。秉持我的节目由我做主，媒观从第20届儿少节目5星奖开始举办儿少评审培力营队，来自全国各地的儿少在2天的营队课程中，除了了解媒体内容如何产制，也透过评审节目让儿少发声。那我们招募的对象里面，特别注意几件事。第一个，性别要平衡。好，就是这个性别上面不用只有单一性别，就不能少于1/3。第二个是区域的、县市的，尽量能够如果有不同县市报名的，我们希望都能够招募进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城乡差距也好，或者是不同的地区小朋友的看法可能会不一样。那第3个是我们有保障一些新住民，好，还有一些身心障碍有特殊的这个儿少的名额。好，这样多元的儿少组成的，才有办法去评出多元的优质儿少节目。那我们这2天的营队里面，就是跟小朋友们上一些节目怎么制作的，它怎么产出的，好的节目应该要有哪一些的元素。好，小朋友应该要在选择这个节目的时候，对他基础的媒体素养的知识是什么？那之后就会有我们的队辅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带他们一起讨论出来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小朋友，你们上了这个1天半的营队，自己要讨论出标准，就本届要评出儿少节目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就会有这个标准，有这个标准之后，他们会跟大人们、老师们的评审一样，一起看完这个节目，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这个活动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小朋友，没有一个孩子是不发表意见的，这是我看到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是每一次都欲罢不能，我们都一直场地要延，讨论非常热烈。第3个是这些小朋友们很棒，是他们事后还会再联络，所以这个议题其实是会延续。那我们更高兴的就是这个产生的影响力，就不是只有为了这个，虽然是为了儿少节目评选作为开始。但是这个并不是结束，我们觉得这是意外的收获。小朋友之后还会持续关注，然后还会再参与这个讨论。为了扩展资源，近年来媒观更与企业合作，推动各项工作。而长期推广媒体识读、关注儿少媒体环境的中嘉集团，今年也持续赞助支持儿少节目5星奖活动。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过去常年跟中嘉媒体集团一起努力。来推动包括社区以及高中老师、高中学生的这个媒体素养推广的教育。那因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推广，或者是媒体政策的改革，
媒体产业环境的提升，是无法透过一个 NGO 来独立完成的。我们需要跟企业、需要跟政府、需要跟关注媒体议题的不同的社会力量一起结合，然后各尽所能，然后能够希望促进这个问题的改善。第22届儿少优质节目五星奖报名截止日为6月30，儿少评审培力营截止日为7月5号。欢迎各界踊跃报名，关注儿少传播权，制播更多的优质节目。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感谢收看6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